Empire Building. It's the tallest one in New York. 哦，嘿哦，对，但是你看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场景看起来很熟悉？有吗 ？It's a famous movie scene. 啊，金刚，你看。是不是很有意义？哦，不然董游淼，这是非常有名的景点哎。呀，韩国要在赏识哦，董后告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耶。嗯，上车喽，准备要出发了。哎呀，要出发呢。好，我们朝着我们的任务出发啊！阿姨姐，啊，没油呢，我没有油嘞。哦，哇，得要找个加油站 gas gas 那边有 station。加油站哦。啊，那边是不是有个 gas station？嘿，嗰邊有得加油站。成都加油站加油啦。Let's go to the gas station and fill up first. 那边加油哦，那台湾某马开共用都是自助的。对呀，我也没有要来学一下。对啊，没有试过哎。可能，他说要到这个加油岛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这3种，我 use the 这边有效吗 regular。那我们来加加看。好，那就，先打开，你要咸大口呀。啊，我帮忙我。试看看。好，没有嘞，某啊，应该是要按，你刚刚有按了吗按这个。 ？OK，好了，有了，开始啦。后对了，有咸都加油站哦，不然半路没有油就很尴尬了。好险，我先来 gas station。好嘞，安嘞，好嘞。好了，好嘞。我先帮你拿好了。哦，有加铁了，我们可以出发去波士顿解任务了。耶 ，Let's go。外面有一点冷哦，进来这边就好暖哦。哇，你看，光这张小桌子就好有味道哦。我会查哦。第二杯吃皱唇哦，很有气氛哎。我就要看到这幅画，我们才刚从纽约过来波士顿，呀，又做戏了，又回到纽约了。看到花就开始想念纽约了。对啊，纽约真的是一个 dream city 哈。是你让我梦想成真的，你带我浏览那个纽约。Boston 有更多地方，我们要好好规划一下。很期待哦。那真的还好，我没有找到加油站，有可以加油哦。真的。我中午在雷都鸦片，但是太可惜了。所以我们要谢谢 gas station。哎呀，没油的呢。莎莎先到加油站加油啊。别急，前面有个加油站。Let's go to the gas station and fill up first.